哦，为什么高群歹做？为什么高群少见吼？咱今日来看一下高群吼，咱各位乡亲吼，原来共同来找一个答案吼。所以今日啊，咱的高群吼，是几乎没有办法独立成为一个单元吼。那就每一个单元，我们搭配一个候选吼。今日咱来个加高群哦，三种对啊，有三种的吼，三种的吼。好，一个是咱台中诚信堂的这个高群吼，台中诚信堂的高群。车高吼，咱请罗永生吼，罗永生来面一个这个车高，这个高跟小明，第二高吼，来掌声鼓励，来，掌声鼓励吼，好，车高就是讲。他现在展露的是比较上盘的功夫，下盘的功夫啊，他现在这一个趟子里面比较少那就是罗永生罗永生，李光斌是9年金牌兵他就是凭这个金信堂的这个领导出来做这个车高原来是咱的传统技术的传习者来，咱江山的高联咱的原来的原因慢慢的后文今日金信堂的林老师完了来就很喜欢这罗永生的车高来，过来咱每一个单元。